Hello，大家好啊！歡迎翻嚟問你睇乜 Cult。咁話說咧，我知道呢套動畫嘅原因啦，並唔係因為預告片啊，而係未上映咧，入面嗰隻蜥蜴仔咧已經成為咗網絡瘋傳嘅 meme 啦。咁亦都係因為咁啦，我先知道有套咁嘅嘢嘅。咁究竟今次呢套未上映先爆出嘅理想奇兵呢，究竟係咩家科呢？咁今日咧就會同大家開心 share 下呢套由 Pixar 呈現嘅動畫電影《理想奇兵》嘅觀後感啊！咁大家可以放心嘅，一開始咧係會無劇透咁分享咗先嘅，劇透嘅部分咧會留喺後面嘅，而且劇透之前咧係會預警大家噶，咁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睇埋落去嘅。咁同埋如果大家係第一次睇呢個 channel 嘅話咧，呢個 channel 每個禮拜都會更新短片啦，同大家分享下遊戲、電影嘅評測、觀後感等等。每個禮拜亦都會固定直播啊。咁所以如果你係中意遊戲或者電影嘅話咧，就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鐘仔嘅全部啦。咁喺出片嘅時候啦，又會有新嘢通知大家噶啦。咁我呢啲蚊型 channel 咧，更加需要大家每一位嘅 like 啦，推廣出去噶。多謝大家嘅支持啊！咁故事又講述主角美寶細個咧，同阿嫲喺濕地有一段好溫馨美好嘅日子啊。咁而大個之後，隨住城市嘅發展呢，呢片濕地咧將要面臨被摧毀嘅命運啊。咁為咗拯救自己兒時最重要嘅地方同埋回憶，美寶喺誤打誤撞之下咧，就發現咗學校嘅教授咧研發咗一種新嘅技術，可以將人嘅意識傳送落機械河狸身上。而故事就係隨住美寶點樣用呢種技術去拯救翻自己童年嘅濕地咧而展開噶啦。咁一開始純粹以娛樂嘅角度講一講先啦。咁我覺得呢套戲頭30分鐘咧係比較陳腔濫調啊，甚至作為 Pixar 嘅動畫電影嚟講咧係有啲平庸嘅，角色亦都唔係嗰一類會令人睇幾睇就中意嘅類型嚟噶。不過直到套戲嘅中段啦，有一件比較令人意想不到嘅事情發生啊，咁故事咧先好似係真正開始咁樣嘅。咁而且中間嘅發展咧亦都係非常誇張啦，天馬行空啊，喺動畫上表現出嚟咧的確係好過癮嘅。所以中後段嘅故事發展呢，我覺得係幫呢套戲啦拎翻唔少嘅分數啊。咁而大家都好關注嘅蜥蜴仔咧，喺呢套戲呢，其實係非常之少戲份嘅啫。不過佢嘅出場啦，同埋啲揮手呢，係的確幾得意幾過癮嘅。如果單純喺娛樂層面講嘅話呢，我覺得都算係值得一睇嘅。咁之後呢，就會分享討論下劇情嘅部分啦。咁就會有劇透噶。如果大家未睇嘅話呢，可以先俾翻個 like 同埋訂閱啦。咁睇完套戲呢，再翻嚟睇嘅。或者直接飛去總結嗰度睇都得嘅。咁呢套動畫電影中文咧就叫做《理想奇兵》啊嘛。咁呢個所謂嘅理想呢，其實我覺得係幾貼合故事嘅內容啊。故事入面由主角美寶啦，透過意識傳送技術咧，將個意識咧傳到落去呢個機械河狸身上，咁啊從而進入呢個動物世界啊，試圖阻止市長咧去破壞濕地同埋森林嘅一個開發計劃㗎。睇落咧，好似係一種為咗捍衛大自然嘅偉大行為啦，但係實際上美寶嘅行為咧，仍然係用自以為嘅理想咧作為出發點啊，帶住人類嘅習慣啦，用人類嘅角度咧去衝撞動物世界嘅生存邏輯。咁理想奇兵所謂嘅理想咧，並唔係單純咁樣叫人愛護動物，而係不斷間接咁樣顯示俾觀眾睇咧，好多時你自以為嘅理想咧，其實未必係對方需要嘅理想嚟嘅。咁主角美寶啦，就唔係嗰一啲傳統好討人喜愛嘅一啲主角，至少佢嘅行為同埋外表咧，一定唔係主流會中意嘅類型嚟嘅，甚至我覺得係有啲 DI 咁嘅感覺嘅。喺性格上咧，亦都係比較衝動直接，經常因為自己嘅信念咧而無視其他嘅外在因素啊。佢係一個將傷痛啦、理想啦同埋自我投射咧，全部塞晒入去環保行動入面嘅人嚟嘅，透過呢種行為咧去表達自己。咁而亦都因為咁啦，佢先不停被故事發生嘅情節咧去再教育。例如第一次面對動物世界時，佢對池塘法則嘅干涉。咁池塘法則與其話係規矩咧，其實更加似係動物世界共同嘅一個理念。佢嘅3個規條：唔好做陌生人，肚餓咧就要食嘢。咁而且大家咧都係坐埋同一條船嘅。呢3句嘢表面簡單啦，但係實際上分別係對應住社群嘅信任啦、生存嘅現實啦，同埋大家咧都係命運共同體嘅呢回事啊。將成個動物世界嘅政治倫理咧濃縮成最直接可以理解嘅語言。呢條規條咧並冇將大自然浪漫化成一個冇衝突嘅世界，因為佢講明咗捕食咧就係一個現實嚟嘅。動物之間嘅獵食咧並唔存在憎恨啦或者貪婪啊。但係同時咧，又主張住即使生活喺呢個咁殘酷嘅循環入邊都好啦，大家咧仍然可以建立起信任啦同埋責任嘅。咁我覺得咧呢個池塘法則咧係幾似原始部落共產嘅嗰種概念啊。
因為以前有啲論述咧就係話人類早期嘅原始部落社會咧，因為生產力低下啦，而且冇生產過剩嘅呢個概念啊，所以全體嘅成員咧係要共享所有採集啦同埋狩獵所得嘅資源咧，先可以保證到集體存活嘅。咁所以大家咧就變成命運共同體啦，都係要互相依賴咧先可以生存落去嘅。就好似電影入邊嘅動物一樣，冇私有財產啦，冇階級剝削，共同維持生態嘅平衡嘅。而獵食咧就係動物嘅生存本能。第二條規條咧就係用一個比較客觀抽離嘅角度啦去睇呢件事嘅，就同原始部落嘅做法咧係好相似嘅。獵殺動物咧係純粹嘅生存法則嚟嘅，獵食動物只係為咗滿足最基礎嘅生存需求，其中咧係並冇任何嘅私人恩怨嘅。咁而第三條規則咧，大家坐埋同一條船咧，亦即係不分你我。咁呢個規條咧，亦都同原始部落嘅一個推論咧好相似啊。有一種講法咧，就係話原始部落咧其實係群分制嘅，亦即係你嘅錢咧即係我嘅錢，我嘅錢咧即係你嘅錢，你嘅老婆即係我嘅老婆，我嘅老婆咧又即係你嘅老婆咁。咁亦因為呢個做法啦，令到部落入邊咧其實係分唔到邊個打邊個個仔咁樣嘅。大家都係族群嘅共同後代，冇私有化嘅後代，都係共同生活啦，互相依賴、互相照顧噶，去除咗群體入面嘅私有化。咁當然啦，電影係比較合家歡嘅，呢一種所謂嘅共享呢，只係停留喺生態空間同埋互助精神上，迴避咗比較寫實嘅交配權嘅部分，但都係仍然用咗一種大家坐埋一條船嘅方式咧去表達出嚟嘅。咁呢三條法則呢，就係美寶第一次理想上嘅衝擊嚟嘅。佢以為救咗一隻動物啦，咁但係實際上只係破壞咗動物世界嘅平衡法則。咁而之後佢召開嘅動物會議咧，更加係將動物嘅行為預設得太理想化㗎。佢用自己心入面嗰套理想咧，去判定動物嘅反擊行為咧，只會係好輕微嘅啫。咁結果當然可想而知啦。而且佢又出於衝動咧，打死咗蝴蝶後咧，令到成件事係一發不可收拾㗎。咁電影再一次呈現俾觀眾睇咧，呢一種欠缺現實考量嘅理想行為咧，會帶嚟一啲咩後果？咁呢一種空泛嘅理想化咧，喺故事入面係造成唔同嘅反效果嘅。咁而亦因為面對現實嘅教育啦，美寶咧先開始慢慢學習同埋理解真實世界嘅難處。呢一種由過度理想去到現實嘅過程咧，就係美寶個角色所經歷嘅嘢嚟嘅。咁而去到結局嘅最後，再睇翻成件事咧，其實並冇乜嘢反派或者終極大壞蛋嘅，一切嘅行為因由咧，其實都係出於自己嘅理想，包括昆蟲王啦同埋市長。市長對公路發展其實都係出於佢職責上嘅理想，佢係冇想將啲動物趕盡殺絕咧，其實又唔係嘅，佢都只係用高頻咧去趕走啲動物嘅啫。咁而市長喺變成機械動物之後咧，亦都體驗到動物世界嘅觀點嘅。喺理解動物之後，諗嘅唔再只有自己嘅理想，而係雙方共同磨合嘅一個理想咯。咁雖然去到結局咧係無可避免地比較合家歡嘅，但喺過程入邊咧，故事都表達咗世界嘅理想啦，並唔係單靠熱血咧就可以達成嘅。嘗試代入對方同埋理解，或者係好困難啦，但係咁樣咧先係邁向理想嘅第一步嚟嘅。咁最後咧就嚟個總結比分啦。咁我會俾呢套《理想奇兵》咧 B 減嘅。咁作為 Pixar 嘅作品啦，呢套戲一開始嘅故事帶入感呢，我覺得算係 Pixar 作品入邊比較平庸嘅一部嚟嘅，係直到中段開始喺劇情同埋娛樂性上先救翻唔少嘅。咁而電影亦都將好多現實中協商嘅難題簡化啦，轉為推向一啲冒險大場面嘅，用喜劇嘅節奏呢，沖淡議題嘅說教感覺，令到套戲喺命題嘅思考上呢係冇咁直接嘅。咁結局亦都唔算驚喜啦，但純粹喺娛樂上呢，仍然係一套唔錯嘅動畫電影嚟嘅。咁唔知大家有睇咗呢套《理想奇兵》未呢？咁啊歡迎留言分享下你哋嘅睇法啦。咁同埋我睇到呢度啦，就記得幫手俾翻個 like 啦。咁如果你都係中意遊戲或者電影嘅話呢，就記得訂閱啦。咁我呢啲蚊型 channel 呢，更加需要大家每一位嘅 like 啦，推廣出去噶。最後亦都非常感謝 Bunny 手足呢，請我去睇呢個優先場嘅。咁下次再有電影，再同大家開心 share 分享下嘅。咁我係 Jeremy 嚟啦，我哋下條片再見。